下個因為消息同大家來認識了解就是為咗網頁做羅文字嘅高雄民農業對住網劇大病嘅10個年，直到目前也都冇喺做過，呢個過去擺發行全新創造嘅專輯，羅文字用住網嚟描寫人生經過各種事情，抒發佢上班同其他人上班唔好嘅心情。條擺都係寫反映過，佢哋提出擺創造行業歌曲，就到台灣演唱流行節目大獎得到肯定。後來羅文字希望有機會用網頁參加戲劇嘅演出，或是主持節目，為傳承客家文化盡一份心力。全世界的孤單，怎麼跑到我這裡來？用本語嘅聲唱出上班族嘅壓切，用好聽嘅音樂帶領大家面對工作同成敗嘅挑戰。啲音樂一條路10萬嘅10公里，羅文義再個發行自家嘅創作專輯。因為自家對目標寫歌嘅機會夠多年嘅時間咧，然後寫自家歌嘅歌冇簡單，規模相同，然後寫自家故事，唱自家嘅故事吧。那些瘋狂的年少，因為有你才美好。羅文義用上班族當做了食住嘅時間，去到辦公室，辦理偏動音樂會，用音樂批定亞條上班族食住，而亞條참時甜中氣工作尤其辛苦嘅。愛明愛各位的屬性，嘛係對亞啲上班族嘅種嘅講演嘅故事，所以就入邊唱個感言感覺個群。嗰種專業羅文義就13年總到台北好音樂，今年還頭一擺指定用母語來創作，唔但將喺台灣原創流行音樂大獎得到好成績。羅媽媽你總算有機會聽到亞拉嘢唱行業歌曲，聽到客家歌嘅時特別嘅親切，對啊，阿姨係會講日嘅發音啊，你撮下安尼，係媽媽亦對客家嗱18有先研究，所以有邊個導師用嘅咩？佢其實嘛講寫到客家歌嘛，對客家文化、對客家朋友相親，伊嘛感覺幾好。環宇廣播電台，你所收聽的節目是有你可樂。是的，我是羅文宇，今天的節目主持人。除咗係歌手、音樂創作者，羅文義還係廣播節目嘅主持人。未來佢希望自可能行下獨有嘅表演。羅文義未用佢頭擺嘅經驗來鼓勵大家，一生唔專心，還係為永久保持希望，用佢親情嘅聲行過音樂。帶領大家追求夢想，感受人生的苦同甘。下個新聞，齊志榮之一特別報道。